你知唔知道喺你肚入面深層嘅內臟脂肪，如果積聚得太多，其實比你用手揸得起嗰啲皮下脂肪仲危險好多。人體嘅脂肪可以分兩類，內臟脂肪主要藏喺胸、腹腔皮膚下更深層部分嘅脂肪，主要負責保護我哋嘅重要器官同埋儲存能量。另一類就係皮下脂肪，位於皮膚直接下層，積聚喺身體嘅不同部位，主要都係儲能量用。對大部分人嚟講，大約90%脂肪其實都係皮下脂肪，揸得起、摸得出嚟嗰啲就係，剩低大約1%就係內臟脂肪，佢躲喺硬硬嘅腹壁底下，難以觸及。顧名思義，內臟脂肪就係堆積喺肝臟、腸道同其他器官周圍嘅空間，以及位於腹部肌肉下方並覆蓋腸道嘅大網膜入面嘅脂肪。內臟脂肪又叫做活脂肪，因為佢會主動增加慢性疾病嘅風險。所謂中央肥胖，就表示不單止皮下脂肪，內臟脂肪亦會過多嘅情況同體態，係各種健康問題嘅關鍵因素。內臟脂肪啲細胞特別活躍，會產生比皮下脂肪更多嘅發炎物質、激素同游離脂肪酸等，會促進長期慢性炎症，增加患慢性病嘅風險。而身體長期處於慢性炎症，基本上就係百病之源。研究指出，過多嘅內臟脂肪同二型糖尿病、胰島素阻抗、認知障礙、心血管疾病，甚至某啲癌症風險增加都有密切關係。可能導致內臟脂肪積聚嘅原因包括唔健康嘅飲食習慣，例如食太多糖分高嘅食品、飲品、高反式脂肪食物，仲有飲酒，都會令內臟脂肪容易積聚。缺乏運動、久坐不動嘅生活方式，係內臟脂肪過多嘅一個主要原因。壓力大都係其中一個因素。當你壓力大，體內會分泌一種叫皮質醇 （cortisol） 嘅荷爾蒙，佢會促進內臟脂肪嘅儲存。另外，基因都可能有影響。有啲人天生就比較容易積聚內臟脂肪。雖然一定量嘅內臟脂肪對身體係有需要，但如果過多就會增加健康風險。